跟住19年江蘇卷第4條，咁又係玩道明嗰啲嘢啦。今日玩呢個函數喎，嗱，咁好簡單啦。之前都講過啦 ，square root 一嚿嘢括弧入邊呢嚿嘢係要大過等於0嘅。OK， 呢嚿嘢括弧呢嚿嘢，咁所以啦，呢嚿嘢即係7加6 x 減 x 次，佢要大過等於0。咁跟住啦，我哋就兩邊乘個負1俾佢啦。咁啊，務求就係做到 x 次佢呢個項佢前面嗰個係數係大過0嘅，係正數嘅咁樣。咁啊變咗咁嘅樣 ，OK。咁跟住要將呢嚿嘢就係玩因式分解啦，咁即係十字相乘嘅遊戲啦，咁樣。咁啊，正7負1 ，sorry， 負7正1。咁畫個圖出嚟咧，就望到啦 ，x 係要喺7同負1之間嘅。咁所以個定義域咧，用 set 嘅方式嚟寫就係咁樣啦，搞掂。